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讲农村说农村，农村的少年家有真侪要搬山去他乡外里，因为注重囝儿时势的教育，因为注重讲收入要加挂，这是自然社会变化。不过咱嘛知影讲，确实即马真侪农村拢真拍拼，来推动讲少年家搁再倒来种植，搁再倒来经营咱地方。这社会有咧进展，毋是无。总是国情也想到20几年前一条歌，真有意思的歌，咧讲农村的旧情景。见面这条红霞厝的歌词，大声唱讲：伫迄粒山骹有一间红霞厝，厝边绑一只老水牛，有看到鸡仔，无看到囡仔，稀稀微微红霞厝。伫迄粒山骹有一间红霞厝，厝后放一寡歹农区。过沟的菜园有一对老翁婆，做事骨甲骹只咕咕咕。这条红霞厝咧描写讲农村少年家出外，只有老翁婆伫咧做事，骨甲讲骹只咕咕咕，敢若老水牛，敢若歹农区迄款的情景。实在讲，这条歌的作词作曲家，相信讲所有观众朋友，我若讲出来，你一定着真相捌。是啦，伊足少年的时阵，就创作《友情》迄条华语歌。轰动全台湾，友情，人人都需要友情。正作词作曲林文良先生，伊伫1993年发表这条《红霞厝》，唱出农村老大人的心情。林文良伊本身就是真逍遥佮真浪漫的人，国情人生中捌甲伊相逢过一两摆，总是伫伊身躯边听伊弹琴唱歌，你真正沉醉，会体会讲哪有遮尔潇洒的音乐家。不过林文良先生一生确实也流浪，也有真侪坎坷，总是现此时已经离开咱了。留落一条又一条感动人的作品，要让世间人流连来听友情，来听红霞厝。少年这位台湾歌谣的作词作曲家，下半段的歌词伊内底佫写讲迄是谁的时大人，放互因伫遐做粗工，因的囝是走倒厂，连孙仔也无来斗相共。孤单的老翁婆，孤单的老翁婆，恁的囝甲恁的孙咯，何时才会回来佚佗？农村过去稀微的日子，毋是无。总是国情所讲，即摆大家真振作，包含地方政府嘛真拍拼。少年家所重视的代志，咱着赶紧来解决。还有老大人福利，真侪关系嘛拢真照顾。